拜六高铁一班上北的列车，一个查甫人和男起冲突，那当拳头母佮举刀仔出来，插伫椅仔顶悬，引起民众惊吓了后，伊就伫咧台北站落车。警方调监视器，今仔下晡4点伫南投抓到这个查甫人，依照恐吓公众罪嫌上班。 高铁乘客惊吓，杀来杀去，十来高铁上814列车现场真混乱。列车顶去查看，原来是有人伫高铁顶悬提出刀仔。警方赶到危险犯已经趁混乱逃离现场。远警抵达高铁814第9车厢外，列车长在场表示，嫌疑人已经下楼。接获通报后，均依据相关的 SOP 程序执行，以确保旅客的安全。 警方调查发现，是一个女乘客为高铁苗栗站上车，因为穿蓝衫的查甫嫌犯阻碍通道，女乘客家己甲伊下过，查甫人就呛声表达不满，进入车厢了后，迅速启动为牌包提出刀仔插伫椅仔后边。警方调监视器掌握行踪，发现伊离开了真侪摆变装，总算伫17下晡4点伫南投将伊抓到。 上车之前要观察一下四周围的人吧。那如果碰到有这样的动静的时候，就是及时的，如果身旁有小孩子的话，就要把小孩子保护好。当然是担心自己的安全，还有身边人的安全嘛。希望尽量不要有这种事情再发生。 对进前台北结婚发生女乘客提美工刀伤人案件，搁到即摆嫌犯伫高铁提刀引起惊吓，民众无希望这种代志搁发生。警方除了依照恐吓公共罪嫌侦办专案，也加强列车巡逻，提悬警警率，互民众安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